客家菜是得讲系一般年轻好行家认识的客家文化。不过，我们对农业社会入到工商社会的，认真睇好事好工。如果道菜头摆係用嚟做嘅，更加冇乜人知嘅哟。研究闽南菜地文化研究嘅規班生人，一定好客家美食的文史工作者邱國仁，花係幾大功夫出版了一本書，叫做《親阿媽嘅美食》，講客家美食的歷史，和教人做鄉下看得看到的老式料理，從鄉佢導出閩南平陽風嘅傳統好菜，對也未看得出客人簡單都市的精神。台灣口腔保為4點半鐘嘅風肉已經酷酷落落，當地鄉移動業一定重視。香港人用做為甜嘅，但係佢係用作業小潮嘅老式方法，唔係調得用緊台灣口，用緊潮落啲少，要為佢嘅風肉，要為佢風嘅同樣好。小潮嘅貨比用亞式更多，然後有啲人專門種起蒜頭、菇貨加茶沙，日下做得個無人按年做嘅。其實風嘅同風肉係啲頭擺嘅，以現在來講，全部是家私，已經看唔到弄擺嘅方式嚟，所以已經變咗我哋用一個爐嘅，係呢。配合以前嘅那個方式來做，因為的地方用炒色，用炒色的味道不一樣，它的時間比較長，但是口感我很多，因為我們要重新再造，找回阿嬤時代的做法，所以今天特別安排的。平常你在餐廳找不到這種味道，也找不到這個烹調方式。為好美食嘅闽南文化產業協會總幹事邱國仁最近出嚟嘅本，以用係貴生人嘅芯片寫出嚟嘅新書，按到青島阿媽嘅美食，講闽南嘅客家美食13文化有按到乜嘅典故，韓國教人改到也下罕見，強強就會買起嚟嘅老式米按樣嚟煮。鮮香油炸快。還有就快的是速度很快，就是說拿起來沾一沾，削一削，弄鹽巴它就可以吃。那叫鹽生菜、鹽上菜，鹽上菜都客家人，太湖都去了，太湖都講頭有色，往里出來，往里都講頭有色，那叫鹽生菜。這個東西很多人沒有發覺，因為這個菜沒有流出來。因為什麼？它很窮，很苦。其實有一本書哈，係咧非常有一個意義啊！哈，一個代表俺台北嘅老字面一個客家菜式的一本書啦！哈，後生嘅年輕都唔曉得煮菜呀！哈，佢用一本書來發揚俺哋咧客家嘅菜式啦！哈，學到千多嘅以前嘅老字面、老味道嘅菜式啦。詳細套書項嘅內容就啲傳統嘅客家菜，其實同客人係睇耐。韓國菜地嘅天時環境也都有關係。台灣很多鹿，所以鹿皮都外銷。鹿肉呢是等於台灣一直就有的東西，所以鹿肉乾一直是閩南人最好的菜，最歷史的菜。煙霧乾是我們美濃鎮在民國50年左右來了一票人，這一票人就是屬於緬甸。雲南那個地方的義胞來了以後帶來的文化，融入了美濃。新書發表會後，邱國仁特別請廚師來判錯，用老式的方法來煮食，想要讓大家看到阿婆幾種時代嘅美食。邱國仁對搭出菜、搭鋪按樣嚟做，就一定講究，如愛用傳統老式嘅方法。完全照跟做一步就成唔得，連廚房就唔係一樣樣。要真囉嗦，真囉嗦，每一項事情都要照老條擺嘅。唔像係做嘅那個鹹豬肉，要用粗鹽，要用乾，一塌嘅，
个濕嘅食。啊，今年年代有呢，全部用那个黑胡椒啦、花椒啦，取代这个香味。但是呢，头摆呢有用那种行业冇用那个东西啊，行业全部用那个鹽同乾，頭擺是冇冰箱，那放有稻香的那个米啊。全球各年天數協商嘅有樣子總備貨，未對協嘅有協嘅過程當中，見識到球各年做乜嘅都愛做到好，又愛學過好。有些幾下擺一放菜啊嗬，因為啊嗬，伊講下咧樣咯，做到嘅食神冇走出來，你冇走出來咩啊？下擺人講啊，唔像要技巧啊走出來嘅，技巧嘅地位，唔像。鴨背啊，唔做鴨背，唔個鴨頭，唔個要鴨面嘅，但看得到身體看得到咩啊？雖然家條高層好似有好過規定熱鬧，唔過甜味做出嚟嘅菜，他家就說到不起。當然是一路個想，但係咯，俺哋付出的時間，付出的那個改到唔是做嘅，俺哋要加做下。客家菜，你假使講做傳統，必須要嚟做，冇安尼做就燒氣，那是一燒氣一種的米絲樣嘅。以前的阿嬷，以前的媽媽，她為了做給子女吃，她用盡腦筋，費心巧手來做菜。那現在的商業利益太高，速度講究速度，她把這些東西丟掉了，所以你找不回來。事實咧，無加乜嘅花草、囤一等天然嘅好米絲保留下來，就係傳統暫定嘅米絲。其實世界有幾年為到愛屯美農村歷史文化，韓國按豐富嘅客家菜留下記錄，沒感覺壓力過大。我一直身體沒有規劃啊，所以我沒有控制中啊哈，講一本書啊，出唔係我都冇回來哈，所以我又沒有。感覺壓力過重啊！哈，結果因為出來過後剛高興，但是呢，還是1/5，聽咯，還有4/5唔聽出咯。對實測看到亞當中嘅客家歷史文化同內涵，展現出社會經濟同大自然嘅連結。有關研究出現研究菜地文化36年，下日工程下半年一定上會前面嘅客家菜，就係愛美濃平肉行嘅老師米擁有傳承下去。